镇江老兵维权事件正在升级，镇江当局持续从周边省市调集大批特警部队进入镇江，及大量警车和军用装甲车、坦克开往市区，对镇江进行了全城戒严，封锁了周边道路。被困老兵被逼迫签写遣返保证书。这次老兵被镇压，造成3人死亡，很多老兵失联，被打伤的老兵也很多，分散在各大医院救治。但这些医院都已被军警把守，老兵们无法靠近。各地的支援老兵被当地政府强行控制，无法赶到镇江申冤，就地进行了维权抗议示威活动。在中国入侵者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一位爱国人士先皮凯马尔卡米里去世。据了解，生前因举办过外语学习班，多次被中共政府抓捕入狱，并受过酷刑。我们将为其进行真诚的祈祷。美国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表示，土耳其6月24日大选结果出台后，有关部门已启动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举行会晤的相关筹备工作。他表示，为再次强调两国强大关系，特朗普与阿尔多安将举行会晤。我们希望在解决与土耳其双边关系问题上取得进展。桑德斯并没有透露两国领导人的具体会晤日期。在西非国家尼日利亚，穆斯林牧民和基督教农民之间的冲突中，至少有86人丧生。阿波罗新闻网6月26日讯，据南方早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中共当局近年来至少在包含新疆在内的5个省份，超过30个军事与政府机构部署了鸟型无人机和相关装置，用来监视民众动静。这款鸟型无人机称为辛格系统。研究人员指出，鸟型无人机以40公里的时速可飞行30分钟，机内配备高画质摄像机、GPS、飞行控制系统、资料传输器等，飞行时几乎没有噪音，也让民众难以察觉到被监控。研究单位证实，鸟型无人机已部署到新疆各地。据外媒报道，亚马逊创办人比索斯旗下的航天技术公司蓝色起源将于明年开始发售太空旅行的机票，但没有透露具体收费详细情况。蓝色起源计划尽快完成火箭载人测试，顺利进行太空旅行。